再来看民众党前主席高文地个台北市议员尹晓比的高保裁定，12是互高院撤销，早起后展开羁押庭，针对高文地高保了后，接触证人，告向东案的被告话话，感谢串控口径来进行辩论哦。另外，民众党顶个月发起司法走讨，甲警方发生冲突，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被指控涉非法集会，警方通知伊今仔早起10点就要到案说明。 也毋过黄国昌无出现，专案搁移送北检来侦办。在支持者加油的声音当中，哪有手哪行就去法院。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牵连警花城顶案，了入了7000万交保，毋过检方控告成功，高等法院撤销裁定。台北地院15早起重新召开羁押庭。有女人陪伴，会不会比较有信心？知道会小心走。 同款互撤销交保裁定的，还佫有同一案的被告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伊比报道的时间较慢几分钟到位，因查某囝陪伊行入去法院，面对记者的问题，伊讲感谢大家的关心。就是希望今天一切顺利，然后他可以跟阿伯一样平安顺利的回家。被告敢袂当交保，检方甲辩方伫咧法庭辩论。 检察官讲，高文地交保了后，接触证人，向同一案的被告发声，佮讲就自首做伪证，认为专案甲单一管制案无共款，袂当连做伙看。也那辩方这边是主张讲，重要的证人问话拢已经问煞，但致函甲单有成等人，并无列伫咧后续申请传唤的名单。认为法院若是再三批准甲强换证人串口径的理由，长期甲人羁押，会违反公平审判。今天啊，地院只要把这个证人。 哪些证人是以后柯文哲不可以跟他们接触的？把它界定清楚就可以了。所以今天柯主席这个继续交保或者是遣回这个可能性，应该是几率是比较大的。高文地因牵手陈培基甲几个民众党公职去现场帮听，也那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原底早起要去警察局说明，伊嘛有来到现场。我又不是第一次起过法的案子，你们那么紧张，你们显然不了解我的过去。 把我过去的 SOP 复习一次就知道。民众党顶个月发起的司法惊踏运动，甲警方爆发冲突。黄国昌互通知15早起爱到案说明，不过伊无伫咧规定的时间到位。警方讲后续会甲专案函送检方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